我看起来那也跟它那个什么鲫鱼呀，像旗鱼啊，而且那个颜色感觉不像牛肉为什么？我们跟各位解释一下，今天选用的是菲力，菲力的部分它本身就有含有比较高的血红素，所以呢，在经过空气接触之后，它就很快就有一个氧化的作用。等一下呢，这道料理在我们稍微清煎之后切开，它里面的色泽还是依然那么的血红鲜嫩。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哦，这么简单的食材要怎么样做出好吃的这个牛肉料理啊？要注意哪些？其实这一道牛肉料理最主要，因为我们牛肉选用的也是菲力的部分，菲力部分。一般来讲，如果在等级很高的菲力牛肉，它的油花是非常的丰富，但是那适合做牛排。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要经过炒锅的翻炒，所以呢，我们选用的是比较单纯的一个菲力。我们希望是吃5分熟、见红不带血，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一个部分。然后又保持它牛肉特有的丰富铁质，跟它咀嚼起来的那一种软韧。肉质鲜美。你莫讲到我老脆呢，老师赶快做吧。好，那当然啦，我们希望每一道料理都是色香味俱全，所以呢，今天的部分呢，我们还是用一个彩椒做一个配色，会让整道料理呢，除了色彩的鲜艳以外，还能够去除它一些过于油腻的感觉。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会用奶油去做一个清煎的动作。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热锅把菲力牛再用少许的沙拉油做一个清煎的动作，让它表面呢有一个那个梅纳反应，我们俗称讲的焦化现象，让它的肉汁可以比较锁在牛肉的内部之中，并且放到旁边静置一会，让它肉经过紧缩之后再松弛。等一下它的肉的口感会跟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一般家庭主妇的做法讲会比较不一样。就让它 relax 一下。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方法啦。这个观众也很期待哦，到底要怎么让牛肉 relax， 然后达到呢它该有的这个，就是说每一个部位哦都达到了它最顶点的这个口感哦。下牛排之前呢，既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香蒜菲力牛，所以呢，我们希望等一下我们在煎这个菲力牛排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爆香的动作，也就是把我们的蒜片。先做一个清煎，让它达到等一下我们要的效果。可是蒜头的香气却是留在沙拉油之中，所以这个油温的控制是比较需要一点点小小的技巧。所以呢，我们就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通常呢，我们到达一定的油温之后呢，我们会把火关掉吗？对，然后丢一片下去，看一下它是不是我们要的温度。OK， 它现在这样已经有一个冒烟起泡的动作。好，这时候呢，我们的火是关掉的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蒜片呢，它很容易焦掉了。好，那焦掉之后它有香味，但是也会有苦味了，就不能用了，因为整锅真的是它就苦掉了。所以我们在煸这个蒜片的时候，刚刚建荣就特别强调，我们呢达到它的温度之后呢，我们就把火关掉，然后这时候再把蒜片放进来。是的，因为我们需要的量并不是非常的多，所以呢，一般在家庭上使用呢，我们只要这样循序渐进的将蒜片放到里面，并且平均的铺开它，然后用小火，有耐心的每一片呢都把它煎的颜色漂亮，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把它变成像装饰品一样哦。好，这个时候呢，油已经到达我们想要的一个点。那蒜头的部分呢，也把它取出来了。我们就现在将我们的菲力牛排入锅做一个煎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因为我们刚刚有爆了那个爆香的蒜片的部分，所以它里面呢会有丰富的蒜头的香气。那我们在煎这个牛排的时候呢，它那个香气也会入到我们这个牛排里面。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目的并不是把它煎熟，而是把它做一个梅纳反应焦化的动作，让它的肉汁可以比较锁在里面。当然，在判定牛排，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有5分熟的情况，或是7分熟，因为看个人饮食习惯不同。其实呢，最直接的方法，在我们就是业界我们会说，我们用我们的容器，或是甚至用手指头去触摸它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在业界比较久，所以呢，事实上我们会利用它碰触的容器，或是它血水的部分溢出的血水的部分，
去判定它几分熟。像我们现在啊，在它血水已经释出的情况之下，正常的模式来说，它至少是已经有达到一个3分熟的情况，因为它的血水才会溢出。把它静置之后，让它做一个release的动作。像我们现在在它静置的过程中，至少要3到5分钟。这个过程之中，让它的余温再让它里面慢慢的熟成。对，所以呢，它的血水不会有太多的宣泄出来。我们希望的只是它肉质的松弛，并且再等一下我们切割成骰子形状的时候呢，让它的那个甜分是锁在里面的，这样子。好，在松弛的期间，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奶油先下到里面，用锅内的一个原来的油，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奶油，增加它的香气。好，那现在呢，牛肉已经经过它的一个松弛的一个现象，我们就是讲牛肉的一个 release 这样子。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切成我们要的一个骰子哦。好，那像切成这样的一个宽度呢，最主要也是说，第一个我们方便烹饪，第二个是方便入口，对。这样的一个宽度大概是2公分乘1.5公分乘1.5公分的一个宽度，大概1.5是2公分的一个宽度。对，老师纠正了，为什么1点也不像1.5，一点也不像2，我觉得倒像1.8公分。是的，在这个之间这样子。刚刚我们用锅子的余温把奶油做一个溶解的动作，当然我们希望奶油不要太高温的去烹饪，因为毕竟它还会有一个它很容易也是会那个焦掉了，褐化跟石化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赶快的把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黑胡椒做一个香气的爆香动作，加上我们一点今天的鲜味露，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甜椒呢入锅，再翻炒一下。做一个翻炒的动作，因为我们把它切成骰子形状之后，它的受热面增加了，然后它的厚度算是不变，但是它的平均面是变小了，所以呢，它熟的这个所需要的时间也比较短。那加上今天主持人说的，我们希望它不要煮得太深，所以呢，等一下除了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一个熟度以外，我们会额外再做一个稍微比较熟一点的口感，让主持人也可以享用到牛肉的一个美味，这样子。好，像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烹调的过程之中，其实牛肉刚刚我们已经到3到5分熟，刚切面的情况看来是3分不见血。那我们现在在下去之后，经过一个翻炒，其实我们用筷子去撸它的口感，大概像手指头在摸这个在摸这个区块的一个软硬度，的一种 Q 弹的一个口感之后，大概就是我们需要想要的温度。所以我们身体的这个各部位呢，其实都很管用哦。我们在面团的时候说什么，要跟耳垂的软度差不多，然后我们这个牛肉的这个呢，要跟我们这个虎口这边的这个弹性差不多。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会加一点白酒提香。是。在我们牛排煎好之后呢，达到我们想要温度之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再加一点盐巴。哦，所以盐巴是最后放。是的，然后呢，我们再把蒜片摆进来，在上面。哦，我觉得蒜片摆上去很漂亮感觉有一点像百合哈。是的，百合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尤其是在秋季啊，就是喉咙啊，或者是说支气管呢比较弱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可以呢炖一些这个百合啊，或者把百合呢加到我们的料理里面，不管是炒啦煮汤啦都可以哦。而且百合这个食材，它在料理的手法里面其实非常多元。料理是一个可以让人家完全没有芥蒂的一个分享。是。真的非常非常高兴，老师呢带来呢非常精彩的一素就是这个胡麻的高丽菜卷，另外呢就是这个骰子的这个菲力牛谢谢我们的建荣。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把他今天的助理呢
带来跟观众朋友 say 一个 hello。你看这么可爱的这个小叶助教哦，跟观众朋友 say hi。OK， 好，我们希望下次呢，我们的小叶呢有机会也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呢他自己很喜欢的料理。希望今天我们建荣带来的这2道料理呢，观众朋友会喜欢，当然也不难做。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有时间请大家一定要尝试做看看。我们下次见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